點樣可以減輕失戀嘅痛苦？有3個方法。第一呢，就係設定時間，你同自己講，你就係容許即係自己可能係夜晚黑10點鐘去到12點呢個時間，我先至諗呢段嘅關係。如果你平時嘅時候好想諗翻起之前嗰個嘅前度啊，咁你就同自己講，我10點鐘先至去諗。嗱，目的係啲咩呢？目的呢就係希望你即係過翻一啲正常嘅生活。雖然我好想諗，我唔係唔俾自己諗，可以諗嘅，但係可以等一等。第二個呢，就可以寫一封唔會寄出嘅信。好多時我哋覺得即係唔開心啊，或者好痛苦啊。你個感覺就係好唔開心，好痛苦。但係有幾唔開心，有幾痛苦呢？寫落嚟呢，就係一個方法，令到你將嗰件事具體記低落嚟。究竟乜嘢原因令到你唔開心？嗱，打個比喻，就算令到你好唔開心嘅事，係因為佢就算分手佢都唔同你講，佢自己隱瞞咁樣。咁你變咗你知道，原來下一段戀情嘅時候，我需要揾一個懂得同我溝通，願意同我溝通嘅人。最後一個呢，就係提自己，雖然你係冇咗一段戀情，但係嗰段戀情唔係唯一最重要嘅事。我哋可以承認呢一段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關係，但係唔係生命入邊唯一一段重要嘅關係。係啊，雖然我係失去咗好重要嘅初戀，但係我同另外嗰個人，即係可能將來會結婚過人生嗰個人，仲未出現。唔好將嗰樣嘢認為係唯一，而全世界都係即係嗰樣嘢，冇咗嗰樣嘢我就會冧噶啦。唔係嘅，係你又仲有其他一啲嘅可能性啦，或者一啲新嘅你未發掘啦，或者可能新嘅第一次你都仲未出現。即係雖然係女性係比較即係感性化嘅，感情化嘅，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因為感情遮掩晒一切嘅時候 override 晒所有嘅理性啊嘛。咁你要慢慢透過一啲好簡單嘅步驟，譬如話可能寫低啲嘢啦，或者盡量 set 一個時間，可能未必係2個鐘㗎，可能 set 3個鐘、4個鐘。咁但係可能嗰個時間就慢慢會縮減啦，慢慢將自己帶嚟嗰個傷痛，幫你自己走出嗰個陰霾。如果你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呢，反而要聽一啲唔開心或者傷感嘅情歌。點解呢？係幫助你去將嗰個感情帶翻出去。因為有好多時你太過抑壓嘅時候，反而嗰個反彈仲大。你反而透過聽一啲舒緩或者傷心嘅情歌，將嗰個感情宣泄咗出嚟，釋放咗出嚟，咁你就會容易啲去釋放咗嗰個負面或者唔開心嘅情緒。